要让囡仔会当看到美丽台湾，所以有电影团队利用3D 的影像拍摄台湾的人文风景，而且把行动的报送车驶入去偏乡，让学童会当透过影像甲扩增实景 AR 的技术来认捌到台湾的地理。目前，这个巡回车已经走过1600间的学校，每到一个所在，拢受到老师甲学生热情的欢迎。5、4、3、2、1。这小朋友拢挂3D 目镜，真欢喜咧看金毛，画面内不受看到云，也有真侪古锥动物，互小朋友忍不住手伸出来，想要掠这影像。有袂少人拢是第一届挂这3D 目镜，感觉真好耍。毋通看这台行动报送车后，已经走遍1600外间的学校，累积的里程达到20万公里。发起人客全力导演，就是希望透过影像甲 AI 技术，带这小朋友好好认识台湾，带给孩子们看见真正的世界，启发他们的梦想。活动现场也有回答问题，都有奖通领。来看小草。宜兰县长林祖苗嘛来到现场，甲小朋友互动，期待台湾的囡仔拢会当透过影像拍开视野，做伙好好认识家己的家园。